柑仔甲居士绿色家庭福地募资计划第一场的捐赠仪式，19日伫左镇区公所举办，邀请市府社会局以及4位区长代表出席，共同为爱心活动做见证。望结合众人的力量，惠及众生，展现出对偏远山区绿色家庭的关怀，也彰显佛教慈悲利他的精神。噶玛葛居士与蒋阳慈善基金会从109年度开始的，第5次的物资捐赠活动那今年主要不一样的是，我们过去都是以户为基础在发放物资，那今年我们是以人那我们今年也配合我们三坛中原法会的一些普渡物资呢，然后在修完法之后，然后分发给各个市区偏远山区的待救助的民众。非常感动，非常甘心。尤其这届这个物资啦较生活化，就是讲这个家庭要使用方便多元化所以非常用心啦非常甘心因这个义举希望讲互阮这个较弱势的团体呢，感觉到社会温暖。柑仔甲居士今年关怀方式，特别以综合福袋概念的发送，除了有沙拉油，也随机整理各项食品，而且有白过去以户为单位，扩大以立案受照顾人数为对象，总计543户，1270人受惠，有定伫咧8月19日22天送到各公所指定的地点，由公所排定时程，通知区内绿色家庭前来领取。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